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吼。今日呢，喜信真欢喜，感谢天父真神呢，有这个机会伫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伫这个四楼遮这录音室呢，要来访问着沙利良教会4000块兄弟，甲伊的大后生四五水呢，做伙来咱节目中间呢，做伙来开讲、来分享、来见证耶稣基督恩典，伫伊个人甲因的整个这个家庭的这个恩典呢，要来分享伫互咱亲爱听众朋友知影吼。互恁伫信仰上，会当来做一个参考，会当来认捌这位独一真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也是要救咱的这个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呢，也要遮甲咱做来分享。咱请情况者甲咱拍一下招呼一下，情况者你好，主持人你好，空中朋友大家好。伫咱情况者边有一位就是伊的养子大后生四五水兄弟，五水兄弟好。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真欢喜会当伫遮分享主耶稣伫阮兜的恩典。是，咱已经拢听到因的声音吼。咱讲有听声无看影，咱即摆因为正开始吼，咱也毋知讲因是对来吼，所以先甲咱听众朋友呢来做一个述说一下吼。我请问即个情况者你本基地是住伫倒啦？本基地住彰化县二林镇。你是二林迄边的人就对啦。较早住二林是细汉就住伫遐。嘿，出世就是二林，一直到当时才搬出来咱台中大雅这边遮。我42号搬来大雅。伫这个二林是从事啥物种的工作？我是做农的，做田就对啦种啥物物件？布稻啊，种芦笋。拢种遮就对。这情况下你甲看起来就是安尼一个真在地像咱台湾乡村迄种安尼在地迄个农人就是讲做事人请问情况下你后来为什么会搬过来咱这个大雅这个所在？我就是因为我大兄囝伫大雅咧做代工的五达，我想讲厝的石头拢甲放掉，过来甲这个大囝斗骹手。伫较早你伫人生的过程顶面的确有一寡咱信仰上的瓦课啦，还是讲伫这个生活上咱伫咧拜神的顶面有行过一条这个路来。较早恁敢是着信耶稣的人？我毋是，我是较早细汉是拜偶像的。恁家庭是拜偶像就对了，你爸爸是迄边是拜偶像的。是伫这个时阵我想要来请五水兄恁爸爸拄仔咧讲，伊较早是信一般偶像嘛是信仰这个信仰啦我想你伊做一个后生人，会当甲伊补充一下，讲恁较早的信仰是安那？阮较早的信仰是一般人的信仰。阮阿公是一个庙的庙公。做庙公的是，伊管理庙的来外的代志。阮阿叔是基督。做当机的，所以恁伫这个二林，伫恁的祖厝遐是变做讲我若算伫这个民间信仰顶面毋是讲干那伫咧拜尔佮拜甲真实咱讲是安尼非常的心就对啦。对。而且整个这个家族来讲要互你来信仰所嘛无简单。感谢主。所以有这种的信仰的这个情况，伫遮我要先请问情况一下你较早除了讲伫咱二林的所在家庭，就是安尼一个拜偶像这个家庭。你伫这个生活上你的表现是安那？当这时你伫迄个二林的生活是安那？拜这偶像拜甲哪拜哪无平安，我着若人相思，撞着相思就是转去规暝拢困袂去。着哪一个囡仔着去每日去收惊，当去收守的。今日去收守的，明仔载都着过去收，毋是冲就是煞。除了这个信仰的这个问题以外，像你个人的这个行为啦，甲这个习惯上你有啥物无好习惯？我就是无信主以前行为上足歹，定定骂阮太太，就是拢用迄3字经甲嘛，也嘛去跋筊，
我定足爱跋筊，若去跋筊转来，就是冤家啊，冲阵条头甲拍阮太太。哦，安尼了。遐阮太太有一天就招我要离婚，伊若身份证摕摕，真正要去离婚。讲到这个时阵吼，其实是这个时代吼，这是袂当拍某的呢吼。伊拍某这算有这个家庭独立封闭条例。较早讲啊，较无这种这个问题吼，但是即马是袂当拍某的吼。像较早咱情况这个，若无欢喜搞定吼，太太是杀咧顶条白术安尼吼，这是袂当的啦吼。进来听这边咱会听伊讲这个情况这个吼，较早就脾气歹。啊，这个行为歹，吼，啊，佫爱跋筊，吼，是一个跋筊先的，敢是安尼？啊，我跋甲足严重，输家地啊，基金借钱，想袂开，想要去死。有一天去一个轮去困的，想通则搁转，想讲我今日若死，放爸放母放某放囝。想通则搁翻头倒转，则无去死。无有一天跋甲想要去死。吼，是这个情形吼。我想讲，伫即种情形之下吼，咱即个吴水兄，你较早细汉的时阵，你就捌看见讲，你老爸就是安尼过着即个跋筊啊，拍恁老母的迄种生活。嘿，爸爸伫还未信主进前，真正是行为足歹。啊，因为阮迄个乡村吼，属于讲做事做营，查甫的一我就是跋筊，啊无就啉烧酒。营营无代志做嘛，嘿是，即是做田啊，暗时啊营营诶，较早较无啥物电视好看吼，所以若做伙就是伫咧树仔骹吼，加减往开讲，土豆往爬，酒往啉吼，钓往跋吼，就是过即种生活就对。是，啊，所以当时是你看恁爸爸袂安尼足威严安尼。哦，我爸爸坦白讲是细汉时是真惊爸爸啦。哦，恁大家拢惊。哎呀，因为你来拍妈妈的时，我嘛是干那哭尔，啊嘛毋敢讲啥物啊。你若伤假，等者含你拍到哦，拍惨袂安尼。一定的。伫即种情形之下，我讲有即个情况者啊，除了讲你伫二林遐呢吼，爱跋爱拍，啊，搁一寡歹习惯以外，伫你来即个大眼了，应该是年纪已经较大嘛，是毋是？对这样代志你有安那有改善无？还是讲愈来愈严重安尼？来大眼，我嘛搁参人抢咧大家乐。大家乐，哦，迄阵拄啊付了大家乐就对了。啊，是安那会去签大家乐？啊，就是2个月前啊吼，做厝内伫我厝边，啊去签，啊伊咧逼签诗，啊有标，啊有标，啊就我感觉讲安尼迄当做是一种的娱乐。啊，所以你就我参来去看卖啊，这算讲侥幸不改啦，吼，就是这大家乐嘛是共款吼，做伙来算啊就对啦。啊，伫你咧算的这个过程顶面，你安那一心咧算这个大家乐，你会当甲咱分享一下无？人讲逼签诗啦吼，也去网仔埔看妇女啦，啊，就受毛几个白血啊，白血就愈签愈大，签到尾也无法度通控制啊，一寡塞卡钱总输了了。啊，所以伫这个情形吼。我想讲要来请问着伊个后生吴水兄，你讲到讲当初是恁老爸咧签大家乐的情形，你做后生人是不是有哪了解？这情形是安那？你咱甲咱叙述一下无？一起初吼，因为感觉讲这爸爸伊过来这边，啊，都无遐亲戚朋友，啊，就感觉讲爸爸一主娱乐，感觉讲袂要紧啦，反正爸爸要娱乐，就好娱乐，啊，就无去管理安尼啦。啊，所以当初是你有看见讲伊去世界各神明去拜拜，去问明白，甚至含蒙啊宝马咧一直走啊。哦，若讲迄阵心就会惊，因为迄阵的爸爸的行为，啥物都拢无共去啊。就迄度，所以可能无亲像你爸爸安尼就对。嘿，是，哦，迄阵就面啊，啥物啊，啊，就感觉讲哦，迄个行为就，迄个感觉就已经爸爸已经无共款。是，嘿，真恐怖。啊，后来吼，我请问情况一下，你安尼签大这个签到尾也是安那出问题？签到有一天吼，人拢受魔鬼的控制，啊，拢已经拢戆去，啊，拢听伊的安尼，伊若指挥啥物，啊，就听啥物，啊嘛无倒困敢是？啊，困啊，困袂去，啊，就每一日都拢咧想这大家乐的代志，啊，就有一天伫我家庭吼，水倒头啦，啥物讲歹啦吼。所有的物件拢搬出去外口，东山啦、车啊啦、炕台啦，拢家自己拖出去。啊，为什么你有这个动作？是魔神啊，有安尼甲你指示无？伊就是甲我讲，你5分钟内，这若拼完吼，你厝会电风强啦。人即马综艺节目有讲去到迄个大卖场吼，讲你会当限时间搬偌济吼，搬了拢属你的，你
颠倒讲为恁厝内面你家己物件甲搬出去，佫会当变方向哦。哦，啊，这魔神嘛真厉害呢。啊，你嘛安尼照安尼去搬就对了。嘿啊，啊拢听伊的啊，哟，啊，你拢互控制掉就对了。嘿啊，哦，反正伊讲啥你就做啥安尼就对了。嘿啊。伫迄个经营之下，我想讲要来请问吴水兄，这做人后生人吼，拄着这样代志，伊算伫恁兜咧做行亏嘛？吼，嘿是，爸爸算安尼对二林搬来恁兜吼，嘿对伊咧，甲你帮忙啊咧。啊，即摆毋是咧甲你帮忙咧吼，即摆是咧甲你拼工场，吼，你要看下啥？那迄阵爸爸即种行为实在足恐怖，伊一开始就叫阮工厂的师傅，佮交代我讲一定爱拼，无拼袂使。阮大家就紧张啊，大家就紧走出去啊。啊，后来爸爸看阮拢无人伫厝诶，伊就家己搬。魔鬼诶，迄个力量非常的大，真恐怖。迄一台装成40-50 kg，一包切啊，少说也有50-60公斤。嘿，伊拢家己搬。内底所有物件拢清出去安尼。这力量真大就对了。是。迄圣经内面咧讲，迄结了心吼，迄个互乌龟扶着诶人，骹了手了吼，都拢无法度甲扣掉，拢甲拽等。这真正是你会当去看出讲，迄毋是伊诶力量嘛？迄真正是迄个魔神啊、魔鬼啊吼，藏伫心内，你甲伊互伊真基伊诶即种力量吼，做一寡足怪诶代志安尼。除了这项代志以外吼，我请问请教者，后来你佫捌佫拄着啥物种，或者魔神啊甲你交叉诶事？就迄天搬了后，甲迄个暗晡9点左右，就时时我3箍溜起来，就面头前有一寡田，土芳啊烂，水淹甲甜，我就3箍溜起来，就叫我点水味，藏落迄土的落花无，讲你若藏愈久愈好，你会做皇帝上大的。结果安怎藏？藏了，蹦着残花，才中间才爬起来。迄算一股力量，你家己饲咧就对了。是，毋是你家己饲咧就对了。爬起来中间就阮太太看讲惊我寒死，阮太太老惨的咧甲我叫我精神，我就足受气的，举一支竹竿讲要甲拍死。阮太太讲哇，我记甲你这歹命，互你拍死好啦，袂要紧。所以当地是魔鬼啊，就是共迄天的时间，互你两个即个号令就对了。一项就是讲将工厂拼后开吼，将这厝内面物件拢拼去吼。我含迄水顶头呢，嘛拢拍灯。过来就讲，互你安尼，甲你饲饲你的残花，当这时迄残花嘛拢淡的，或甲你变一寡把戏。讲你若安尼，就你会做皇帝。所以啥物人无爱带皇宫，啥物人无爱做皇帝。所以伫即个时阵吼，当然咱已经是安尼。受了魔鬼的网络，互伊控制掉，所以你嘛袂当分辨是非啦，袂身不由己吼。伫即种情形之下，我想讲要来请问吴水兄吼，恁当这是恁爸爸吼，拄着这样代志，你拢看在眼内嘛吼。你阵你会感觉是安那？迄阵除了吐口、流目屎，嘛无法度讲做啥物啊。安尼啊。后来阮就厝边讲倒位的五常真正兴，叫阮会使讲你去倒位去问五常，阮就诚实就串就去问五常啊。问了结果是安那？问了结果讲爸爸吼，即种情形无改善，活袂过49岁。安尼啊。嘿，讲伊啥物犯啥物枪，犯啥物煞，若要互爸爸好起来，爱去坐啊。阮迄阵嘛想讲，哇，那爸爸会好起来上好啊，就听伊的话啊。是安那做法？伊就讲，要坐，就摕衫啦，佫一个人，就爱开偌济钱。迄阵阮就开袂少的钱啊。但是爸爸嘛无改善啊，反倒更较严重啊。是。敢有讲等于二林遐去问恁爸爸所信的即个庙啦，恁阿叔所拜迄个神，因为恁阿叔嘛是东区啊，恁爸爸嘛是庙公啊。是。对这个五常神明的即个服侍啦，甲即个所谓的解说解约即种代志，敢若小可有一点了解的时阵，恁敢有过来去看觅？那迄就更较严重，因为爸爸当去伊家己的故乡的时吼，因为阿公啊、阿叔啊，因拜神拢有一套的方法啦。嘛经过百般的试的方法，就是爸爸无改善啊。伫即个无改善之下，恁爸爸有做啥物医疗的动作无？有，后来阮就甲送去南屯的精神病院啊。
我听讲是叫迄个消防队吼，即个队员吼来甲伊带走，敢毋是安尼？哦嘿，因为安尼，所以爸爸去人甲当作是重症病犯，就塑料脚铐，咧犯人就甲爸爸连掉的安尼。所以我甲扣掉的。是。伫迄个时阵吼，我请问陈化姐啊，你伫静和病院伫遐咧疗养的时阵，后来为虾米有即个机会，互你来接受到耶稣教、真耶稣教会的信仰安尼？就是我的小妹有信主耶稣，我的小妹伫二林，伫我旧故乡遐带教会的圣职人员来甲我访问。我小妹讲：阿兄无你参我行同条路好无？我讲：互我转来甲老爸参详若好，才来信安尼。阮小妹讲：阿兄，你已经行到这地步来啊，你还搁咧考虑老爸？你无顾你家己性命？阮小妹安尼讲，我讲好啦，无实在恁，恁要怎样做安尼啦？伊就叫二林教会甲大中教会去断掉偶像，我伫病院等都所有的偶像拢断掉了。后来你就出院了，你就有机会去甲真耶稣教会、去大中教会遐慕道，敢毋是？是，去大中教会慕道初有10外天，就已经就得到圣灵，得到圣灵就有力量咯，就食年华祈祷。是讲到这个时阵吼，想讲要甲咱补充者吼，咱亲爱听众朋友，或者你毋知影讲，这情况就咧讲，去教会得到圣灵，这圣灵是啥物？直接甲恁讲，这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就是神的灵。神的灵，耶稣基督的灵，伊是神啊，所以伊的性质就是圣所以神的灵吼，做圣灵，伊是启示的灵，所以伊的灵甲咱一般所谓这个神明偶像啦、动机吼。在拜偶像这个灵是无共款的因为耶稣教呢所拜的神呢，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做咱人类的神，伊是咱的老爸伊也是咱的救主，所以这位神的灵做圣灵，所以咱拿来三信耶稣来向伊祈祷的时阵，神的灵伊要直接伫临咱的身上要来互咱来体验到伊甲咱同在，要听咱的祈祷，最主要是安尼啦。所以咱情况下，你去到教会无道无啊，久你就得到圣灵安尼晓。嘿，当你得到圣灵了有啥物伫即个无道过程顶面有搁其他的即个操练，敢是魔鬼原来是无欢喜得到圣灵迄中间就祈祷就有力量咯。是，所以有当时咱若要来教会无道的时阵，就讲像这安尼反邪去互魔神甲你附身，所以你要对一个乌社会要来进到即个正常的生活的时阵伊嘛是真无欢喜嘛。所以伫即个无道过程顶面，伊嘛是拢甲你千番百出安尼，甲你交叉，甲你使弄，甚至甲你阻挡但是拢是靠耶稣、靠圣灵的即个帮助，后来恁就会当顺利来接受洗礼，敢是安尼？是。恁当时是洗礼有偌济人来洗礼？阮就一家伙阮太太2个孙、新妇囝，做伙洗礼，加做来洗礼。伫遮我来请问吴水兄恁爸爸咧讲到讲，伊伫病院的时阵有教会。即个兄弟姊妹去甲伊访问后来就对偶像嘛是伊后来伫即个无道过程顶面你有感觉讲有啥物种的即个困难甚至阻挡甲咱补充一下。阮爸爸伫咧无道的时候，起先阿公是无同意啦，因为阿公伊是一个庙的主持，伊哪有可能讲互囝讲安尼就去信耶稣，伊砖头讲起阿公我歹做人啦，但是看到爸爸呢嘛回去安尼用的是嘛拢无路用，嘛是无路用啊，嘛开出侪钱，是用出侪精神的后来阿公就跌点啊。阿公跌点的时，我就迄个勇气。无正开始嘛是足极力来阻挡。是。后来看出来信耶稣了，咧祈祷的时阵，有一个足特别嘛有安尼真大一个改变就是讲这个病情有慢慢改善嘛。所以伊嘛袂当讲啥物，事实就是摆伫眼前，这个病较是有影，怎啊渐的一直提起，魔鬼的势力，魔鬼捆绑的力量，就是咱信耶稣，咱得到圣灵，咱来领受真理，咱要完全来靠耶稣，要离弃偶像，来侍奉这个有真有活的神的时阵，当然有阻挡，但是主要所有力量较大所以咱若专心来挖过伊的时阵，这个靠着信心。恁爸爸这种病情就慢慢好去啊！你阿公嘛拢有看见，甚至你阿姐嘛拢有看见，真假神的这比较的信口的顶面，就马上会当做一个分界线所以伊嘛毋知影，伊嘛无法度去了解讲
这是为什么？但是咱知影，所以伊对主动的中间一直慢慢的当来无认这项代志，嘛，互恁安尼来相信主要所祈祷的，感谢主所以才得恁爸爸安尼来接受洗礼，当然是恁来无道。你以一个第二者来讲，因为恁爸爸患病嘛，所以你嘛才安尼来到教会，你的感受是安尼？我的感受足深刻的，因为阮伫咧无道的时阵教会遐兄弟姊妹真有爱心，常常拢为阮爸爸祈祷，甚至嘛有人暗暗的敬正祈祷，所以阮爸爸的状况足紧，就慢慢，就安尼人恢复迄个意识，嘛袂讲会骂人啦，是啥物啊？因为安尼，神的保守，伊就慢慢，就安尼恢复正常过来。就安尼，恁全家就接受洗礼了，对。是，感谢主。这嘛是主要所真大这恩典就对啦。讲到这的时阵我想讲要请问清华姐啊，伫你以前生活顶面安尼爱跋筊啦、歹脾气啦有存在即个无好的习惯，甲各方面呢，伫即个服侍心灵顶面，即种即个生活是过去的即个生活，一直甲你伫咧跋大家咧安尼服务去做工，即魔神安尼甲你处理甲这样严重了，伫迄种情况顶面，你后来信耶稣。一直到今嘛，你有啥物种的这个感受要来甲咱亲爱听众朋友来回应一下无？我足感谢主的，主改变我的行为，互我有主的爱，互我会当一家人相亲相爱，改变我的太太的行为。即卖现主是对我足好的，进前是足骄傲的，感谢主，足感谢的。是所以对咱情况这个会讲话顶面，咱就知影讲，较早有影未信耶稣，嘛讲。有即种身体无平安以外，嘛有即种心灵无平安，全家讲起来嘛是安尼卡安尼，一寡未拄好所在。但是信耶稣了，主要所拢甲因改变，也互咱有即个信心来，借着真理，借着祈祷呢，来改变咱的各方面的即生活甲彼此中间的对待。所以即摆是安尼非常即个好老感谢安尼。是啊，伫即个时阵我想讲要来请问武水兄恁安信耶稣了，你个人的家庭，佮看恁爸爸有啥物种无共款的所在？感谢主，阮爸爸的改变足大。以前伫庄脚的时伊都做是做煞，就是厝边头尾朋友少的，因就跋筊啊，做啥物啊？即摆信主了后就无共啊。教会若有聚会，就早就准备讲要来教会聚会恁大家袂使穿拖刷的。原来会提醒讲要聚会，较早是讲提醒讲要来参大家，要来跋筊要来做一寡歹代但是即摆是讲来聚会呢算讲会提醒就对。所以感谢主呢，即嘛是算一种信心的一个表现。对较早行的路线，甲即摆行的路线无共款。较早是行迄个蒙阿波死亡的路线，较早是行迄个贪爱钱财的路线。即摆是行迄个信主的路线。是。所以较早若毋知影的时阵咱会感觉讲即个时代的人嘛足侪人咧行着恁爸爸这个路线咧，共款你咧参大家乐啦即摆讲这六合彩啦爱跋筊啦像咱平湖的所在，讲要做一个跋筊专区啦。咱台湾这个赌性真大。对。所以咱会当听到清华姐伊过来人的即种讲法甲伊的经验甲咱亲爱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呼应其实圣经内面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9节内面嘛咧讲这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即个迷惑内面，落入即个网络中间因为真侪人因为爱贪爱钱财，所以因为无知所以互即个有害即个私欲内面呢，即个陷入迄中间呢。煞互人沉沦败害伫迄个迷惘中间。是，所以咱听到青蛙姐咧讲，真正实在是有影真可怜，所以变成做迄魔神的工区，真做伊的路在，互捆绑掉咧，咱足艰苦安尼。伫即个所在，就互咱看出讲，即圣经内面的话较是影真理。伫安尼几千年前，就已经有即个话咧甲咱讲，想要发财的人真正会陷入迄网络内。这网络是啥？魔鬼所设的网络。所以你看这个整个这个社会，这民间各种这活动，其实拢有真济牵涉到除了生活以外就是种有牵涉到这魔鬼游戏，是种迷惑一波过一波安尼。你想看卖大家乐啦，这六合彩啦，这真济这无正常这个投资啦，这大家嘛是为了迄个钱伫咧奔波伫咧走动。
结果呢，到尾啊，真正实在是争论败坏，甚至伫迄灭亡中间，有的人啊倾家荡产，含钱都无去啊。进前咧听到讲恁爸爸吼咧跋筊，真正嘛跋到拢无去啊。哦，过去甲迄个地下钱庄借钱，吼，迄真正会走路呢。迄个时阵，妈妈嘛非常的忧伤啦，因为爸爸伊的个性就较烈，嘛袂无通互讲，但是感谢主啦，信主以后吼，伊离开迄个跋筊的所在，神的拯救，所以伊即马伊若赢，啊，伊就唱诗啦，听讲佮甲恁查某囝哦，后生做伙咧俄罗斯啊呢。是，啊，想到就讲今后来聚会哦，所以伫咱教会内底拢定看到恁规家人的这个卡家吼，拢伫教会内面咧活动吼。最主要是讲，咱即摆已经无咧行迄个路啊，咱即摆是行真道路，咱毋是行即个贪财路。因为圣经内面咧讲啊，讲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有人因为贪婪钱财，就互人引诱离了真道啊。是，啊，所以咱若是真道内底行，伫真理内底行，咱就袂贪财。贪财人就离开真道，就离开教会，离开神的道理，啊，奔向着迄种灭亡的道路。但是咱若是无贪财，咱就以知足做咱伫生活中的即个尊敬嘛，吼，因为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顺啦。是，感谢主。咱讲一般咧讲，哇，这钱愈多就是利顺，啊，物件愈多就利顺，但是以圣经来讲，毋是啊，讲敬虔，有一个敬虔，就对真理敬虔的心，啊，甲一个知足的心，这就是大利顺啊。感谢主。这天国的这生活，甲这地面上的生活就无共款啦，吼。是。所以咱就想对这清化者啊，的一种见证见面，咱就当互咱亲爱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其实钱财是有就好啊，知足就好啊，尽咱的本能去趁钱。靠咱的努力，较稳坦啊。人就讲哦，要啥物做啥物投资，还是讲吼要去甲人跋筊，其实这拢是含伫迄个魔鬼的这个网络内底吼。因为圣经内面讲贪财甲像拜偶像共款。是。一个人若想深过这方面啊，伊就活迄个真理的界线，就无想要听神的道理啊。吼，啊，就慢慢吼，啊来进入迄种迷惑的这个地步。到尾啊，这个地步就是讲，若真无耶稣吼，你想看觅。情况就啊，甲你一家我看会叫大大咧吼，我看啊是真惨嘛，是我咧感谢呢。是，感谢主。感谢天天真是，互咱有这个机会，甲这个时间吼，直接来分享到四千块，咱情况者吼，甲咱无水兄伫伊这个家庭中间啊，主要所祈祷啊，对于迄种安尼无望、黑暗，伫迄个魔鬼的黑色宽赦之下吼，伫捆绑中间呢，主要所互因会当来归向公平，会当来。将这个心灵目睭来拍开吼，看到真理，来看到最后所的机会，来接受最后所的恩典吼，这是做大恩典。感谢主。所以咱亲爱听众朋友，咱也希望讲，这个时阵吼，听到咱有水兄吼是物用一句话吼，甲咱亲爱听众来呼吁一下，咱有机会来甲恁共款来享受着耶稣基督恩典。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阮若无耶稣的救赎吼，阮爸爸呢继续落去，迄我想讲，阮爸爸。活袂过49岁，但是感谢神的拣选，爸爸今年64岁啊。若毋是主耶稣的拯救，阮毋敢去想讲阮今日家庭会变成安怎。所以真感谢神的救赎，互阮一家会当讲来学乐敬拜神，大家大细拢会当保守伫神的爱中。敬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若有类似这个情形，甲阮同齐来分享主耶稣的恩典。其实。照迄神所在啊，咱看新闻报纸，咱看这个社会状况，逐工每一工啊，拢有类似像这个情况这个这种地步的人，伫这个社会，伫咱台湾各角落，甚至世界各角落呢，拢有类似这种人，吼，毋是干那情况这个吼，伊只不过是个案例之一尔啦。啊，像这种互魔鬼捆绑吼，心不由己，会当讲是不计其数，真济。所以咱希望咱亲爱听众朋友呢，咱当来教会来听主要所的真理。来向主耶稣祈祷，来归回呢天父的怀抱，来享受呢救主耶稣祈祷伊的慈爱，甲伊的怜悯，甲伊的恩典，伊白白要享受咱恩典呢。咱信耶稣祈祷根本毋免开啥钱，你较早吼，若咧无平安的时阵，讲要去求神明，一定是讲爱借啥物，一家一户一口爱偌济钱，
开袂少钱啊呢。你若来到教会时，教会讲甲你讲，啊，你爱开偌济钱，才会当下甲你祈祷，敢有安尼？绝对无即个代志，感谢主。主要所因典就像讲，咱白白摕来，白白下去吼。所以伫遮呢，向咱亲爱听众朋友来呼吁，咱会当来甲四千块这个，甲四污水兄啊，因两个白仔囝内面所对谈的这个内容内底呢，互咱来做一个参考。求主所祈祷因典呢，会当甲咱同在，咱毋通搁再呢去拜这个神明偶像啊。其实这会当来帮助咱啥物？你拜愈济呢，问题愈济；拜愈济，真正嘛袂当实在的去得到平安。咱应当爱来归向天顶的精神，来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神，来过了一个知足的人生啦。伫节目要完成之前呢，要来邀请咱亲爱听众朋友伫空中甲喜神呢，做来向天顶的精神来祈祷，求主所祈祷呢，会当来带领祝福保守呢，轻看这个因一家。也求主呢，会当来祝福咱亲爱听众朋友哦，你甲你的全家，咱即摆就做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亲爱主，永在爸，你伫天，伫全地上做王，你以你的威严做衫来穿，也以你的能力做衫，你以你的能力来束腰，世界就得到坚定，袂当动摇。你的宝座对太初就立定，对坚固就有咯。你伫关处大能力，赢过珠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涌。你的法度上确定，你临在的圣殿是圣洁的，是合宜的。你的圣洁是无可比的，你是行奇妙大能的独一真神。你的能力、智慧是无穷尽的。伫你面前一切权势拢避免出，伫你面前全地拢倒撇。你也就是爱，你是阮伫天顶的爸，我要来倚靠你，我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一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主，你已经向阮世间人来彰显着你慈悲甲怜悯，你得救福音的真光呢，已经普照伫这地面上咯。由你亲自来引导阮所有同胞，来接受你福音的光照，互一切伫黑暗中行走的人，伫撒旦魔鬼分别的人，会当心眼得到开，对黑暗中来归向光明，对撒旦魔鬼的权下来归向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是阮的保障，是扶持阮的正手，求你继续用着焚烧的圣灵来焚烧着阮内心潜在罪恶杂质，来洁净阮的心思，因为清心的人才会当来得见着你。你已经讨帮了阮，通我得到自由了。你已经吸引着阮来到你面头前，求你来保守着阮，离开一切罪恶，常常来保守阮伫你爱中。主啊，愿今日节目中四清华兄弟甲四污水兄弟因爸囝亲身对你遐所体验实在见证，会当互所有听到的人来得到益处，会当来甲因同款有备办一个谦卑的心，来用着信心包括你的圣洁甲带领，来信主耶稣基督你下罪救恩，将来甲一切正诚的人，拢会当来同得到天顶华美荣耀基业。这是人应当追求迄个好日无比的恩典。愿一切荣耀、宝乐、颂赞、带领、救恩呢，拢归伫主你的圣尊名，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因时间的关系，所以袂当来谈论搁较济吼。主要所期待，等咱望若有机会，当请过来节目内底呢，甲咱做来开讲，见证耶稣基督恩典吼，咱大家平安，大家平安。